港燈喺今年即係2016年減電費之後呢，將會喺明年連續第2年減電費。由於會提供2項嘅特別回扣呢，所以減幅係比今年為高。2017年係較為特殊嘅一年。首先，我哋會提供一個地租同埋差餉嘅特別回扣，將政府以前多收港燈，但後來退還俾我哋嘅地租同埋差餉，喺明年1月開始以回扣嘅方式發還俾客戶。另外，由於今年嘅燃料開支較我哋預期嘅為低，燃料帳嘅結餘令到我哋可以向客戶提供燃料費嘅特別回扣。計算埋呢2個特別回扣之後呢，港燈客戶喺2017年所交嘅淨電費會由每度電133.4個仙下調到110.4個仙，減幅係17.2%。所有57萬個港燈嘅客戶全部都受惠嘅。中電係會凍結2017年嘅電價。除咗凍結電價之外，我哋仲會向客戶發放燃料費特別回扣。每位客戶嘅回扣金額係將會按今年全年嘅總用電量計算，每度電係2.33個港仙，即係等於我哋嘅電價嘅2%。舉個例嚟講，我哋每個月用400度電嘅用戶就可以收到約110蚊港元嘅回扣。我哋今年會喺燃料帳中撥出接近8個億港元作為特別回扣。